大家好啊，我係美心老師，我係英語培訓師、作者同埋中英眼筆書法嘅藝術家，好開心今日可以同大家去講嚟緊我將會舉辦嘅專題演講，就係教孩子說一口流利英語。我好開心能夠同一啲小朋友去分享我英語嘅一啲經歷。我學生 Amy， 佢細個嘅時候好想跟住我學好英文，我就喺玩遊戲嘅時候同佢講：哇，不如玩下遊戲，大家認識一下先啦。跟住我就講啦 ，forest， 跟住佢就喺最尾個英文字母嘅 T 裏邊呢，佢就話啦 tree， 跟住 eggplant， 跟住 torch， 慢慢喺打認識過程裏邊，逐步將佢嘅英語發音去糾正，期間呢，將國際音標慢慢去話俾佢知，跟住將佢再大啲啦，我就同佢講：啊，我知你好鍾意食蘿蔔糕㗎噃，不如我哋一齊去廚房睇下咯。跟住佢就入到去，哇，好似劉姥姥見大觀園咁樣，哇，呢個係咩嚟㗎？呢個咩嚟㗎？我就話俾佢聽：啊，呢個就係 washing machine。啊，呢個係 chopping board， 啊，呢個就係 cooking tool。慢慢一步話俾佢聽，知道哇，原來學習英文原來係咁開心，日日都得㗎噃。咁就慢慢就變成咗 practical cooking English。咁呢個亦都係個歷程啦。跟住佢亦都係第一代英語拼音書嘅聲演者。好開心能夠同佢合作喺過程裏邊，哇！佢真係不慌不忙，真係每個字讀得好準。跟住我就問佢：哇，Amy， 點解你可以一剔過完成咗個讀音嘅？跟住佢就話啦：Miss Chan， 如果我 NG 一次嘅話，你就要重新讀一次，我唔想你咁辛苦。哇！當時當刻，我覺得好感動，同埋我真係好難去講點解個學生咁乖。呢個嘅慈悲，而且呢本嘅拼音書亦是我第一次同佢第一次嘅合作，就係快快樂樂學英語拼音。跟住慢慢佢又開始成長，佢而家已經係喺加拿大成為一個教育心理學家，亦都係執教鞭去教小朋友。跟住輪到個女咯，我個女亦都係咁嘅方法去幫佢，同佢玩遊戲啦，玩接龍啦，role play 啦，哇，各式各樣嘅遊戲為佢而設。佢而家亦都係兩文三語嘅 MC Header， 亦都攞咗一個嘅活動嘅一個獎項，叫做潛力之星。哇，我覺得原來教學真係可以幫助好多人成長。我希望所有同我一齊嘅同工同埋為人父母可以嚟緊，可以跟我一齊學習，一齊去分享呢本書嘅樂趣。因為陪伴同埋成長同埋身教係好重要，缺一不可，唔係 AI 就可以搞得掂。感恩大家，到時見啦，拜拜。